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26回。我是鸟豆，佮有甲我做伙主持的阿明。今仔日小可有代志。即个读册会逐礼拜举办，即个读册会的目标，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毋茫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25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暗公者有甲咱斗起即个网站，佮有阿明小可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文通信这本册，甲前25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仔收听，搁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打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即礼拜竞选的文章第一篇，台湾母语是啥物？作者是张福珠医生。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378页，线顶85期第一页。第二篇，毋通嫌台语，台湾人心目中无台语文。作者是林俊玉先辈。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379页，线顶106期11页。无册的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这篇文章的网链。要做伙来读册的人会使清麦，欢迎来斗阵读册。今日人较少，安尼是毋是我先开始读？好。阿明讲啊，伊讲伊甲我斗小紧哦，吼。大丈夫。第一篇台湾母语是啥物？是张福珠医生写。这篇文章有11趴。安尼我先开始读。对2001年9月开始，台湾母语教育就要伫小学实施，但是啥物是母语，煞人人讲无共款。咱的教育部也甲台湾母语叫做乡土语言，这内底到底有寡啥物争论？学习概念无分清楚呢？首先，不管叫做台湾母语或是乡土语言，有一个共同点是语，也就是语言。其实还有一个观念叫言语，安尼语言是啥物呢？我从事台语研究10年，朋友常常问起迄个字安怎写即类的问题，也就是文字如何书写。若是我当场答袂出来，朋友就面上有一点失望，讲你敢毋是专家？事实上，我本来就毋是专家。其实专家也答袂出来，因为因爱要你写的文字是汉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大家拢甲汉字当顶做台语或是客语，这是无现代语言学的观念所犯的基本标准错误，所以也是致命的错误。语言是啥物？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拢毋知影，所以自认非常了解。学术界的定义是用声音来表示意思，就是语言。简单清楚，语言是声音，毋是文字，搁较毋是无汉字袂使，而且声音甲意思之间并无任何关系。今仔日咱称呼台湾做台湾，也只是随便摕2个汉字来代表声音尔。其实台湾这2个汉字的台语读音是台湾，毋是台湾。以上。我无听到啥物问题咧？有啦，有一个，迄个台湾吼，应该是台湾。是台湾哦。迄是台啊。补充一个物件，迄个言语吼。言语有一句迄个啥俗谚哦，迄个歹过教子，歹人教言语。以上。感谢良知。第4趴，敢无问题？敢无所在要讨论？我无。无哈。好，拍子好。伊个礼拜啊。随便家己，因为家软体怪怪。我是要请教用词，就是敢有迄个言语，敢有用伫别个所在，你有印象诶？就是言语哦，无呢，我干那
干那言语，我敢若知影啊，歹过教子，歹人教言语安尼。我咧摇伊个有可能是为着押韵，改道德变。有可能哦。啊，其实台语若讲言语嘛是会通啦，我家己是感觉会通。感谢好你，感谢良子，安尼刷落去，啥物来读，莫客气哦，人家无几个人。好，我来。这违反非语言学者甲政府官员的认知甲情感，互人无法度接受。但是这是事实，毋信，请去看课本。语言学概论三民制局谢国平注：台语以前定讽刺做无文字通写、无入流的语言，所谓有音无字。现在又搁互人讲做拢有汉字通对找，才100年无够。台语家己就亲像孙悟空变成100%的中原古语，吟唐诗无用袂使，嘛无就无韵味。这真正是台湾史上的另外一个奇迹。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艺术。哦吼！台湾奇迹，哪会遮尔济？台湾对人类的贡献有够大。认真来讲，台语内底至少有1/4无法度用汉字表示。就算讲汉字写会出来，你也会感觉无成。疼痛是啥物意思？痛光咧？你真可能无同意这两个词分别表示疼惜甲透明的意思。到这，我要讲的是，汉字只是台湾字的一大部分尔，绝对毋是全部。其实这也毋是啥物新闻。若是讲西洋文化有两支脚，分别徛伫犹太基督甲希腊罗马，安尼讲。台湾文化有原住民文化、汉文化甲日本文化，嘛应该会接受才对。但是这对已经被彻底汉化的现住民，包括家己无愿意承认的平埔族后裔，会造成认同的困扰。我明明是汉人的后代，用汉字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是安怎？我喙讲1,000年的台语，有遐尼济非汉语的文化，这只要读一个国中课本，认识台湾历史篇，也真容易理解。只是理解无等于接受。好，以上。感谢良子。安尼良子甲咱读这几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感恩。迄个讽刺啊，还是口水？我读讽刺，我拢感觉怪怪。我会读口水，毋过因为台语无修，我嘛是台话差。拄则有一个变调，毋知是反调还是问题，就是容易，就是有人容易所以变调变做容易理解。容易吼，好，感谢。你们请讲。安尼讲有听到？有听到，有听到。感觉有下晡的问题。无。因为无迄个，就是迄个讽刺的问题啊。台语就是像即落迄种内底台语，即无法度直接翻嘛，就是用口说安尼，就是多敢若毋知啥物人讲用口应该讲。讽刺伊台语大书典无收，毋过其实大本书典伊是有收诶，比如讲台话，只是讲阮较注重台语，因为台语书典伊较早伊是1930年进前出诶，后壁诶书典可能着淡薄可能会受到华语诶影响安尼，毋过嘛是会当参考啦。其实进前有人讲我声音足歹听所以听了头壳疼，所以我个尽量莫讲话。以上。
安尼感谢你们，啊免手机可能有问题哦。啊，梁子读个即趴，我有一个词，就上尾拍迄个啊，平埔族的叶叶。叶叶哦，我黑白读的。因为迄个叶，我会记得进前的文章嘛有读过即个字，就第三条安尼。要到你是咧讲哪一字？平埔族的叶叶第8趴，第6段，敢是叶叶，还是敢有别种读法？后羿嘛，对吧？书顶是下甲乙拢有，第三。书顶是下甲乙拢有。感谢你，两字是读乙对吧？嘿嘿，我袂记哩啊。这我了解，我嘛读过嘛袂记。感觉有，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好，那么刷来。一段迄个两字讲过我无听，伊拄读到第几拍去啊？第8，爱读第9，过来。过来，什么是母语？这词的来源是英语 mother language， 使用汉字的人真自然甲 mother 翻译做母亲，也就是妈妈。事实上 ，mother 除了是生物上的妈妈以外 ，mother nature 更较是大自然的意思。mother 伫英语内底包含有根源、来源、资源、当地、土地，甚至保护的语义成分在内。咱会使简单讲，母语就是甲当地历史文化、传统关系密切的话语。所以母语对毋若是妈妈的话尔定，这也是为虾米阮主张使用台湾母语的原因。若用土语言，咱并断去评论。所以台湾母语的内涵真明显是指原住民语，包含平埔族话语、客话甲河洛话，应该无啥物争论啦。毋过事实煞毋是完全安尼。有人讲台湾人讲的话当然是台湾话、台湾母语，这有啥物好讲的？我请问，1940年代大多数的台湾人也拢讲日本话，安尼日本话也是台湾话咯。到这我忍袂住要问，上早的台湾人用的文字是啥物字呢？答案是罗马字。1924到1661，荷兰人统治台南地区的时，用罗马字甲平埔族写的成功文书，就是真正台湾人上早的文字，可是已经使用350档啊！阮真心期待主事者会当加一点仔了解，定出符合世界标准的母语政策，并且予伊落实。好，以上。感谢阿明，阿明甲咱读个这3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迄个过来讲，即个第3段吼，事实上，迄个阿明较拄仔念事实上，这我会读变调，好以上，剩诶拢赞。感谢刘志。大家有发现讲，其实咱安尼读这几个月以来，大家拢有进步吼，用字量较少啊，对吧？感谢大家。第一篇读了，大家对这篇敢有啥物感想，还是啥物看法要讲？那无就读第2篇啊。第2篇，毋通嫌台语，台湾人心目中无台语文。还是我先过来，这边等者。你茫甲伊读了呢？因为这篇敢若10趴尔，你毋通甲伊读了。啊无我，无你上无爱留一寡互我。我先读头1趴，安尼好啊。毋通嫌台语，台湾人心目中无台语文。
我对台湾母语觉醒了后，不时劝人读写台语文，常常听台湾人回答讲，会晓讲台语就好，假使安尼，就有够额做台湾人。煞无意识到，袂晓读写台语文，嘛是文盲；袂晓读写台语文，袂使讲是正港的台湾人，因为母语对国家认同的第一要素，尤其是目前台语受外来政权迫害，甲强要死翘翘，救台湾母语就是救台湾。好，先读到这。感谢阿明。阿明读的即拍大概讲有啥物意思？啥物所在要讨论？敢有？我是无听着，毋过我听较无准。迄个文盲即个敢有话？会当讲青咪牛啊？系啊，青咪牛是较通俗的讲法，啊，这文盲敢若直接怎为华语来的吼？文盲，我来查看觅。我无查着呢。所以即字文盲是无诶。我查汉字是无，安尼我直接查白话字。啊，是安怎要讲青眉牛？是安怎毋讲青眉猪啊、青眉鸟？无，毋过查白话字 ，Marino 台英书店有收，台字无收。毋过我会记青眉牛台字是有收诶。台字有收青咪牛，就是文盲诶意思。啊，你若直接用汉字查文盲是查无啦。啊，你若用白话字，你查迄个文盲会查着台英书店有。啊，你若查青咪牛，台字有收，台英嘛有收。教育部甲指控日志线顶，乡事补给内底嘛有青咪牛。以上。感谢了导。即个语言啊，就是要做一个认同啊，大家拢讲共款的话啊。尤其这甲选举的时就特别明显。普通时啊，拢来遮几60冬，袂晓讲的，甲选举的时拢开始咧讲台语。系啊。讲正经的时阵会讲吼。系啊，开始要骗选票。系啊，看着介个笑。感谢梁子。安尼，阿明读即趴若无问题。好，换我。感谢梁子。即阵转去台湾住3个半月久，发现台湾人无啥爱讲咱的话，讲着台语文若去拄着几个。有一寡人真支持，但是大部分人拢自卑甲向国语投降，一丝仔台湾人的志气都无。莫怪人人怨叹，悲哀的台湾人，人人讲着爱重建台湾人的心灵。我搁读一拍。一天去银行办代志，我对柜台小姐笑笑啊用台语讲：“小姐，牛早。”我要办结束户头，伊真亲切用华语回答讲：“你是本人吗？”刷落去，我用台语，伊华语嘛是会通，但是听伊的华语有真重的台湾腔，我着把握机会来甲伊机会教育。好，以上。感谢梁子。梁子甲咱读即两拍讲有啥物所在，啥物意思，大家要讨论。若亲像梁子去柜台人讲小姐，即摆连护士小姐你都袂使共讲小姐啊，你爱讲护理师。我袂讲小姐，我会讲小姐。安尼有较亲切。感觉较像台湾人咧讲的。外来语言的一种尊重啦，佫袂爽，互因规碗芳去啊！无搭话，咱就甲讲小姐。
系啊，调题甲讲哦，做无标准安尼，表达咱的抗议。感谢文姐。免咱无爱直接叫伊小姐。像咱来讲迄种正解药的迄种，我毋知，我可能我袂安尼讲，我就直接叫小姐。因为我感觉安尼讲小可好算安尼啦，系啊，无咱就会甲讲姑娘啊，毋过讲姑娘的话，敢若个互感觉讲即个是毋是要来甲开迄个感觉？感谢大家。刷落去第4趴，阿秋敢要来甲咱读一个？好。感谢。我问你是台湾人，敢袂晓讲咱的话？伊歹势，笑笑啊讲，会啊，毋过讲袂练转。我甲鼓励讲，你即马的台语讲甲100分啊，真好。刷落去，伊就用台语甲我讲甲真好势。我阁问伊讲，你甲老母讲啥物话？伊真自然讲，我讲国语，伊讲台语。我甲伊使一个目尾讲，你安尼不好呢，不好哦。细汉伊教你讲台语，你大汉煞教伊讲外来正款的华语，敢好？边仔的人嘛，拢听甲笑眯眯。我要离开的时，加添一句讲，你转去厝里，甲恁老母讲台语，伊一定真欢喜。伊用感谢的表情应我讲好。参加伫总统府头前举办的228纪念会，真欢喜伫节目单顶面看到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李奎贤要用台语念伊家己写的诗，献互228的新魂。诗文用华语写甲真奇怪，恁写做你顶，咱写做我顶，水诗的美煞去互拍无去，互我一时感觉主办单位是毋是头壳歹？其实目前有真侪大作家甲大人物，简单爱用华语写文章，搁写甲敢若足疼台湾。毋过可惜因嫌台语无读者市场，家己毋拍拼开发，简单伫等市场来找伊。即种人叫做无使命感。多谢。感谢阿秋。阿秋甲咱读这2趴，大家有啥物意思？啥物所在要讨论？阿秋甲咱读了真好，真好。安尼感谢阿秋。安尼咱刷落去读。我感觉咱今日会足紧就读了呢，无要紧。第6趴，安尼换我。我咧读落去，敢会甲伊读了？无要紧啊，无要紧吼。吹咧。敢有人要读？敢有人要注文一下？若无注文，我就读了后读。新读院的朋友拄着我讲，我伫台湾教会公报读着你的台语文章，罗马字读无啥有。阮博士班爱考罗马字及格，才会当毕业。我爱赶紧来读。我才会去网络掠download Access 甲 TP 的台语读写软体，搁请伊来听我伫教会成人主日学，甲大家分享的台语软体介绍。了后拄着，就问伊台语软体使用的情形，伊拢讲也无时间去download。我知影伊领导读册会用华语真好势，伊嘛真轻写华语的文章投稿，伊嘛真有台湾乡土意识。
煞对家己诶母语读写遐尔啊冷淡，我感觉真想袂晓，嘛真怨叹台湾人学别人诶华语、日语、英语拢真敖，佮认真拍拼，讲着学家己诶母语，着染死兼并单，实在有够可怜台。伫世大会拄着高中同学，我甲伊谈论台语文运动诶代志，伊无客气甲我泼冷水讲，母语运动是一种理想，甲现实差伤远。啥物台语、华语拢无效啦，英语才有效。台湾官方语言改用英语上好。因两个囝伫美国读真悬诶学位，佮落去诶囝孙可能拢使用英语咯。无怪伊讲台语无路用。我讲母语是咱族群诶命根。伊真飘撇应讲，迄是一种理想啦。我有去拜访少年台文作家殷兆勇先生，伊对台湾民主运动有觉醒母语救台湾的重要性。甲一阵少年台语文作家合力办联招会、台湾的文艺等等台文杂志，大家出钱出力来为咱母语文学拍拼，为台湾文艺复兴来出力，实在值得大家相合来鼓励。为着台语文运动甲开发台语罗马字、点字电脑软体，我阁去拜访理工区台语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陈鸿辉小姐，甲澎湖台语文工作室的刘吉岳先生，因骨力推动台语文的精神，我真感动。若有一拍的台湾人像因两个遐拍拼，台语文早就出头天咯。我真爱听《毋通嫌台湾》这条歌，希望有一天作词家甲作曲家会当写一条毋通嫌台语的歌，互大家来重视咱的母语，做一个正港的台湾人，独立佮有尊严的台湾人。啊，以上。聊到大家真赞，好搞笑。这一群拢甲读好煞，赞。这几趴大家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最后第二段为着台语文运动甲开发，开发。哦，开发。系啊。数百遍。系数百遍。以上。安尼以上啊？你毋知你即摆真够趁呢？我毋知，毋过我就爱人家学了。好，感谢。安尼两篇读了，哇，还未11点呢。大家讲阁有啥物话题？加速度介慢，可能疗伤袂共诶。今仔日的2包嘛有较短啦，后摆会当传较济啊。有当时啊，着点回2篇，毋过着敢若读1篇啊。迄着无得卡。伊着把紧，会当先传较济啊，袂有读诶，后礼拜嘛可以啊。有哦，咱后礼拜有一篇正长诶白话字。水哦。这2篇大家讲有啥物感想要讲？当路是用碟嘛会使用。甲碟落来安尼有无？碟迄个软体甲碟落来，还是讲碟图安尼啊？我感觉袂使呢，当路啊。你拄仔讲碟啥？碟布？碟一寡图啊。碟图哦。还是讲碟一寡软体安尼。所以用碟，好，多谢啊。佫有一个袂反正，迄个查仔去互警察甲当落去。嘛是使啊，当落去警察局哦。这是一个真趣味的讲法咯。安尼讲有甲upload起哩，着警察甲当落来，佫甲upload去迄个地检署啊。你安怎一直笑啊？无法度主持啊？我歹讲迄个，等下佫聊到笑者，无法度主持。我迄天有听吼，用 Podcast 听，顶解我无听到的，无参加到。我感觉迄 Podcast 迄，就是伊可能拢有
剪接过啊，所以感觉诶，就是咱这种浪芳，嘿嘿，迄就敢若无什么浪芳的感觉。嘿吼，嘿，敢若进捌较捌迄种感觉。因为参加过实体，就会感觉迄人敢若进捌的感觉安尼。安尼吼。安尼要请教阿秋子啊，那你的感觉安尼啊，你咧听迄个 podcast 安尼啊，你感觉讲爱小可有人放较好，还是莫有人放，就像现主时安尼？就是可能爱加减有一点嘛。嘿，所以较袂感觉伤紧哟。就是敢若，就是一直接落迄种，我嘛袂晓讲咧。就是爱有小可爱有迄个 tempo 就对啊。小可啦，小可啦，小可有伤赶的感觉，敢是伤赶。对，敢若有较赶的感觉若有小可人芳，就是可能咱若有会休伤久，可能你就爱加调。有伫等人念的时，迄可能就爱加调。多少爱修者有诶是有诶，若无人真久，敢若都毋知影，因为可能我就讲我就是参加实体啊，所以我听迄我会特别感觉讲，敢若较较活诶感觉。有嘿，中若看加较久，我会加调。迄个，我加调，我差不多拢会加30-40分调。所以可能安尼，我看加可能加伤济啊，安尼我着可能爱准10一个安尼。这个拜托鸟刀嘿。准10一个，互大家听了感觉会较迄个舒适。好，大家感觉有啥物要讨论呢？你们先讲。今日读的两篇嘛，有一篇就是讲咱台语的，迄叫有写无字啊，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足久啊，因为用台语写台文的人，其实足济派的，像伊讲的迄个汉语派的，有的是就是全部罗马语派的，佫有的人就是人做伙写的，应该基本上应该这3派吧。罗马字嘛有分万罗甲白话字哦。对啊，所以你想讲到这个问题，头个听你敢听我的意思？就是有的人，伊要用全汉语来写，伫遐找一寡较早的，像迄个一篇文章讲，用讲咱什么台语是，中原古音啊，所以因个去找一寡奇奇怪怪字，就讲，这个字就是安怎，就像拄仔讲的什么透明啊，什么透光啊，另外一个在疼痛，伊写痛疼，我是要问吼，咱遮在座逐个是感觉对种较适合的，安尼以上。我吹煞白话字的，我嘛是学白话字的，白话字的历史较久。对我细汉厝内底讲台语，毋过学校都袂使讲台语。真久我拢是受中华民国的华语教育。我是这2冬我才去台语。我学台语的时阵，我看台语的历史，白话字有100-5冬以上的历史啦。你若要学较正港的台语话啊，较古早，有足侪文献，有足侪文章会当看啦。所以，我讲较简单的，就是安尼。你敢有要讲一个？我来分享一下。其实这问题真趣味啦，就是讲，就算有几若套系统，敢会影响你学台语，还是讲学台文？我家己是
有迄个香港话啦。香港话其实因无一个无应该是讲无一套叫做什么叫做标准，还是讲一套叫做较侪人用的系统，其实无。毋过我想要学，我就会想办法去学。要学的时阵，其实做简单的，我就有啥物资料，我就看啥物资料。所以第一就是讲，你想要学的时阵，其实就算有几若套，我嘛是想要甲学起来。当然，我头起先，我可能会先经一套系统来学。要安怎经？其实做简单的，就是我会先经较侪人用的，还是讲较有资源通好看，就是比如讲，伊若有教材讲有啥物款的资料文献，有啥物款的系统，就是遐的物件较侪，我就先为遐来看，还是讲我先为迄套开始看。其实你若就香港话来讲，因其实无啥物叫做一套是较侪人用的，无，就是伊基本上文字是主要写汉字，毋过足侪是汉字无法度写，所以因对第一就是因会用创造字的方式，还是讲照字的方式，还是其实因平常时因为因要拍字，因无学过拼音系统，因的文字嘛是主要大部分接触到的拢是汉字，因为因其实学校教育是教书面语，迄个书面语其实是华文写的，毋过因用香港话念，所以其实迄是足奇怪啦，为伫迄是为伫因学的迄个物件，毋是实际上伊伫迄个语言咧使用的，对啦。毋过因嘛是会使，因嘛会借来用，所以因家己其实你若看网络顶管因咧写，有的人会写因是汉字较济，可能也是讲可能大部分拢是汉字，因咧写的时阵其实就是有足济字是可能是借用，还是讲因可能有去找寡字典来斗，不管啦，或者因嘛无的确就是迄个字典内底写的迄个，因可能就是家己通俗家己惯习的用法。因嘛平常时因为因无学过，拄则讲因无过迄个拼音系统，所以因咧拍字的时阵真趣味，因可能爱学迄个拆字，就是汉字安怎拆。过来就是有的人是用，就是用，比如讲手机就是用手写的。过来另外一个较利便的方式，就是你会看到因足侪会用英文的概念去斗迄个香港话发音。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足侪因较通俗的时阵，因是会用安尼去写啦。因为其实因要写汉字，对因来讲足无利便。过来因的标音系统其实有几若套，应该差不多要10套。我是先经一套来用。你套学了，其他你要转换，当然你大概知影迄个转换规矩，你就会使学较记。毋过其实我是干那学一套尔。我拍字嘛用迄套来练习。倒转来讲台语，想要讲香港话迄个状况，就是其实对我来讲，迄毋是上大的问题，是我有想要学。其实台语来讲，阁有一点较好，就是其实拄则领导有讲，因为台语系统，你若去看台湾文学馆，伊的迄个台语文学完整叫做啥我袂记啊，台语文学的历史资料库，迄个资料库网站内底。你去看台语文的历史，你就知影。当然，上早大概有的，一般就是伫台湾，遮有的遮的文献，就是一般人拢会讲是七字仔念歌，就是念歌的歌册对啦。迄个歌册遐的资料是上早可能台语有的，可能有的人佮讲是南管啊，迄个啥货，迄真歹论或者就是歌册来讲，迄拢是用台语的。话语写，而且拢是白话，就是咱生活语言写。遐个文献，那就我知影是有人有收到2000几本啊。毋过伊有一个限制，就是伊其实当然伊嘛是全部拢汉字写，毋过伊有一个限制，就是伊因为继续的关系，所以伊干那拢写7个字。所以你若用全汉字写的文献是写白话，就是讲你像我即马咧讲的安尼。话语我都写来，就是为白话字的文献开始，才有法度。
所以你若看迄个投文学馆的迄个年表内底，伊就讲一个做要紧的代志，时间点就是1885年，就是台湾府城教会报开始创刊，为迄当阵开始就是白话字，伊有得到较大的发展。其实伊自搁早前进前就有开始咧教白话字啊，上早是我袂记是搁10几当前的款，就是1885年搁进前，就是上早伫迄个有记录的是伫目沙，伫目沙伫，就是即马高雄的目沙，是伫高雄的内门一个所在叫做目沙，毋是新北的迄个目沙动物迄个目沙，共一个名啦，毋过伊也无共所在。因为遐迄当阵上早就开始教白话字，到有报纸，迄个台湾头一份报纸开始得到较大的发展，所以伊遐台湾文学馆迄个年表内底就写，迄份刊物是台湾白话文甲台语文学，就是起稿的对啦，就是为迄当阵开始。所以你去看文献，就白话字文献开始了后，就大家无受到迄个汉字束缚，就是有法度完全书写台语，因为伊就是你讲啥话，你都有法度写出来，你毋免去思考迄个字是倒一字的问题。所以伊自迄个白话字开始了后，就是伊无受限制，开始有各种文体，所以你想会到的，即马各种语言的文体，你所想会到的，就是拢有诗啊、歌啊、散文啊、小说啊、剧本啊等等的，不管倒一种文体，无共领起来，比如讲报道文学啊、翻译文学啊，还是讲什么论述啊等等的、教育的等等的、地理的、医学的、数学的，为迄当阵开始就是无受限制的，有法度完全来书写咱的语言。所以你若看历史，你就知影白话字是头一套为着台语专工来设计的文字系统，而且伊的文献的数量嘛是上济。所以既然是安尼，你嘛毋免想济啊，就是既然就是这个物件是上有历史的，文献嘛是数量上济，其实你就为遮开始学就好啊。当然尾手你搁要去学其他的系统，你比如讲你要加学汉字，或是讲你要加学其他的系统。其实系统毋啦拄则讲的，其实做这套，做这人发明一套其实汉字嘛是大人拢一套，就是可能这字我要写这字，迄字我要写迄字，我要教人无教，所以其实汉字嘛大人拢一套。你若写白话字，就是遮的问题拢较单纯，你有上济的文献通好看，而且迄个文献拢是相对来讲是较好的、较顺的、较单调的台语，遐物件你毋免受到任何限制，而且学习的速度足紧，成本足低，你就有法度开始读遮的物件，甚至你有法度开始写，你就毋免想讲我搁爱汉字我要用倒一字，还是讲汉字敢有迄字，所以你若了解台语文的历史背景，你搁倒转来思考讲，这对咱的族群来讲，敢是有一个文化的价值，还是讲咱族群的历史的意义伫咧，所以你其实你想的，你若了解这个背景的，毋免想济，就是你才用白话字就好。尾手你搁想要去学其他物件，在你，因为咱终其尾的目的就是要甲台语学好，有法度写台语。你去实际去看这个资料，你就家己感受到倒一个是较好用的。好，以上。感谢 Happy 甲咱的分享。拄则林美是讲有要讲话，还是你举手无法度放落来？会当讲话吗？好，会使，请讲。我只是想到较早阮表妹，伊甲我差足侪岁啊。可是伊咧上国校的时阵，因学校的乡土教材有教因台语，嘛有罗马语，嘛有汉语安尼。只是因学的迄套，就是教育部迄套，敢若去教，伊就是伊咧是 TS 的嘛，咱这是 CCH 的嘛。我只感觉那政府要家己去用一套出来，所以你应该知我的意思。印象。教育部因迄套，就毋是专门设计来要表达文字的。教育部的叫做教育部闽南语拼音方案，
因迄套文字本来就是设计要来甲汉语调音的啊，就是伊算是要甲汉字注解的安尼，伊毋是特别，伊毋是像白话字本来就是设计来要做文字的安尼，所以教育部迄有一寡音伊无法度标。这我补充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淡薄仔复杂啦，讲较白就是政治问题啦。甲台语同款就是政治问题，文字要用倒一种嘛是政治问题。你讲无受到政治影响，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啥那伊要经迄套做标准，啥那伊无要就咱台语文有的物件，像汉字伊嘛会使讲。我就去整理寡册写的资料，这是民间上通俗、上有历史意义、上有历史性件。伊啥无爱照迄，伊爱照中国遐的古册。啥那罗马字伊无爱甲承认迄是文字，伊就是讲迄这字是汉字的注音符号。伊嘛挑过伊无爱用白话字，伊就挑过伊爱改伊家己的一套。就是因为遐主事者，迄当阵决定遮代志的人。伊就毋是有咧写台文的啦，我讲较白咧啥，当然毋是全部啦，毋过大部分就是你去看人就知影，拢是中文系、英文系，甲民间长期咧做台语文运动的遮个人，无啥地带啊，毋是全部无地带，是大部分，就是遐有话语权的人，占多数的人，遐拢毋是真正有实际咧写台语文，还是讲有咧参与台语文运动的啦。所以其实遮个人伊去做决定，拢是。为着伊互家己伊的价值观，什么人会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有话语权、有落地管理，遐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你会使家己去想看觅。感谢海比甲咱的分享。安尼，感觉有人敢有啥物感想，还是敢有啥物问题？敢有？那么我就要做一个结尾啊！阿秋请讲。我感觉后壁这段吼，是毋是能另外甲伊裁出来啊？就是讲，伊这是伫讲啥？哈人想要听的人直接来听这段。会使啊。对，拄啊，这两项的对话。好，会使。我即回运动，我嘛是会甲伊家己的阮文章读了，嘛是有迄个读文章了的感想。阿舅若感觉这段真好，我嘛会当另外搁甲这段搁加落来，安尼敢好？嘛放伫咱读册会网站。好赞，就是互人想要了解，就点看，因为看标题就知影。好，多谢。袂，感觉有安尼，咱读册会逐摆读的文章，讨论的意思，有啥想法，会使甲你的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网站，欢迎大家把你的想法写出来，请用台文写心得。咱这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伫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小干甲倒数的台语插班，倒数的台语插班有新的单元，台语白话字基础发音。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哪看影片，哪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去念特刊这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要买的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再会。感恩大家，拜拜，安安。再会。再会。拜拜。